制一向都好積極推動我哋嘅創科教育，並鼓勵咧學生能夠發揮佢哋嘅創意啦，運用 STEAM 教學所學得嘅多元知識，活學活用。透過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咧，讓熱愛創新發明嘅青少年能夠透過實踐嘅活動，激發你哋嘅創意同埋科研上面嘅興趣，希望咧能夠提升大家嘅探索上面嘅精神。今屆咧本地入圍嘅發明作品咧，盡顯到咁多位學生對日常生活好仔細嘅觀察啦，同埋咧嘗試去諗出解決嘅方法，可見到佢哋嘅豐富嘅創意同埋發明。呢一項嘅比賽呢，其實係由2013年就舉辦到而家，基本上呢，可以話個規模呢係年年都壯大，為我哋嘅小小科學家、我哋嘅青少年發明家呢，提供一個好寶貴嘅學習同埋國際交流嘅平台，可以俾大家有一個追夢尋夢嘅空間，可以俾大家有一個一展所長，可以舒展抱負嘅一個廣闊嘅舞台。再一次喺度咧，衷心祝賀啦一間嚟緊好多我哋嘅得獎嘅隊伍啦，希望我哋咁多位嘅同學仔咧，大家繼續努力，咁咧亦都期待咧你成為我哋嘅小小科學家，成為啦未來我哋喺香港啦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嘅一個重要嘅橋梁。